台语字真趣味，今仔日来讲这个词，放伫个华语是走路，台语讲行路；放伫个台语是走路，华语是跑路逃亡。华语的走路，台语安尼写安尼讲，行路。行路的行，你若只喊行，啥物风甲你吹来？啊，你慢行哦，有闲才阁来坐。啊，食饭饱，猛行猛散步。啊，华语的跑路，台语安尼写安尼讲，走路。伊做生理失败去走路，伊当咧走路，要找到伊真困难。走路的走，走标、赛跑、走学、翘课、走精、走样、走总、奔波忙碌、走水、跑单帮、走鸡仔仙、江湖郎中、蒙古大夫，还佫有一个走大路的。面搭老头家讲，伊过去嘛是拍金仔的师傅。即摆拍金仔的师傅愈来愈少咯，因为真侪金仔店拢是甲走大路的提货嘛较俗，所以拢无要开钱请师傅咯。走大路是拍金仔这个行业的行话，走大路的就是到源头提货，提到店面去卖人。最后来讲一句俗语：一日走拍拍，一暝点灯蜡。日时头仔过算，暗时才来赶暝工，是咧讲本末倒置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行路、走路，实在真趣味。